一個曾經令人聞風喪膽嘅犯人流放之地，係點樣變成今時今日大家眼中公認嘅現代陳世美嘅呢？歡迎各位翻嚟繼續我哋嘅塔斯曼尼亞之旅啊！上集我帶大家幾乎食勻成個島，由必食嘅海鮮船食到去最抵嘅澳洲風格烤肉，兼且試勻晒呢度嘅蜂蜜啊、生蠔啊、芝士啊等等。未睇嘅朋友陣間快啲搵嚟回味下啦！多謝 Tasmania 旅遊局嘅邀請，今次有一大半嘅行程我都係跟隨美麗華旅行團嘅步伐，跟住佢哋可以玩得好、瞓得好，同埋最緊要係有啖好食噶嘛。咁另外仲有小部分咧，就係離團參加旅遊局推介嘅一啲精選行程。咁上集主要係講食啦，今集就大家嚟探索一下塔斯曼尼亞嘅風土人情。咁而講到呢一片土地嘅開埠起源呢，其實可以算係日不落帝國嘅殖民歷史裏面其中一個最一言難盡嘅篇章啊。咁呢一段往事，不如我哋就從 Port Arthur 開始講起啦。澳洲從1770年起就係英國嘅殖民地，咁而 Tasmania 嘅首府荷伯特呢，就係全澳洲第二古老嘅城市啊，所以呢度有住好多嘅歷史遺跡。咁當中最出名嘅呢，就莫過於亞瑟港 Port Arthur 啦。如果你冇做任何功課嘅話，入到嚟望住呢個位，哇，鳥語花香、山明水秀，仲有一座好宏偉成座 Downton Abbey 咁款嘅維多利亞時代建築。呢個港口喺以前肯定係一個好繁榮、好歡樂嘅人間天堂頂啦。唔好意思，之後要講嘅歷史呢，真係有啲重口味。位於荷伯特東南邊嘅亞瑟港呢，一開始係一個伐木場嚟嘅，喺1830年代呢，就被改建為英國流放犯人過嚟嘅監獄，個名係取自改建初期嘅當地總督 George Arthur。咁除咗監獄之外呢，負責管理囚犯嘅士兵啊、文職人員啊，仲有佢哋嘅老婆仔女，都係住喺呢個區域。咁所以周圍仲有宿舍啊、醫院啊、教堂、學校等等一連串嘅民生設施，根本就好似一個小城鎮嘅規模。可能你會心諗，點解要不遠萬里將啲犯人送嚟呢一個山卡拉地方呢？咁就講少少當時嗰個時代背景俾你認識下啦。嗰時呢，正值工業革命最興旺嘅年代啊，社會嘅現代化一方面的確帶嚟財富嘅，另一方面同時呢都會加劇咗貧富懸殊。機器取代人力，成本下降，商人賺大錢，但勞動階層冇嘢做，冇飯開啊！返鄉下又冇田耕咯，被生活逼到走投無路嘅時候，唔少人為咗生存就要去偷，要去搶。咁所以唔使幾耐啫，全英國監獄都爆晒棚啊，根本處理唔切，源源不絕咁多犯人，冇計就唯有將佢哋送去殖民地嗰度，冇眼屎乾淨盲。而澳洲呢，就成為美國獨立之後英國流放犯人嘅最佳選擇。咁當然唔係為咗純粹安置佢哋咁簡單啦。亞瑟港監獄嘅宗旨呢，係俾囚犯喺度改過自身，並且學習一門手藝啊，等佢哋將嚟重投社會嘅時候呢，可以自力更生。我哋而家聽落覺得好正常嘅嘢，喺當時係一個相當新穎嘅概念，因為一直以嚟嘅監獄系統呢，係純粹通過限制自由嚟懲罰。咁依家佢哋打算試下用勞動嚟改造一個犯人。冇人知呢一條橋有冇效，但長期養住一班犯喺度食皇家飯，霸佔社會資源，又的確唔符合經濟效益嘅。咁所以佢哋揀咗亞瑟港呢一個得天獨厚嘅地方嚟進行呢一場社會實驗。睇下地圖啦，亞瑟港所在位置呢係一個半島嚟嘅，三面環海，就得翻一細條極度狹窄嘅通道連接住大陸。揾幾條友守住呢一個位之後呢，下面咁大笪地方就變成一個好似孤島咁滯嘅地方啦。咁所以你作為一個犯，你可以走去邊呢？同埋退一萬步講，就算呢一度有咩差錯，對大英帝國嚟講冇太大損失啊。
一個喺萬里之外嘅孤島，咪由得佢哋自生自滅咯。好啦，就算你唔逃走，呢一個美其名用勞動嚟改造你嘅地方，實際上就係將囚犯當成免費咕喱咁用。呢度嘅展館好有心思嘅，例如佢俾你體驗一下當時啲囚犯嘅同款腳鏈啊。我就咁綁住佢已經舉步維艱噶啦，好難想象班犯人係要綁住佢嚟去伐木、去造船、去打鐵，日以繼夜咁做，唔聽話就要直接體罰。後嚟呢，減少咗體罰啦，改為精神折磨。嗱，呢度就係亞瑟講嘅隔離監獄，愛嚟單獨囚禁啲唔聽話嘅犯人。每日只有1個鐘嘅單獨放風時間，每個人所分到嘅就係呢一細塊嘅活動空間，淨係得你自己一個嘅啫，唔會見到其他人嘅，你可以獨自享用1個鐘。而且只要離開監倉，佢哋全程都必須要笠住呢一啲淨係露對眼出嚟嘅頭套，係完全禁絕咗任何人同其他囚犯交流嘅可能性。咁除咗放風嗰1個鐘之外呢，其餘時間全程就困喺監倉裏面。係啦，就得咁大嘅啫，屙就喺度屙，嗰次邊有馬桶啊？係咪？瞓你以為有床啊？喺兩邊牆山落勾，用2條皮帶勾住佢，再喺上面鋪塊軟墊，好似古墓派咁樣瞓法。為嘅就方便你日頭可以收起床鋪，善用空間做嘢。就算出唔到去斬船整船，都仲有大把嘢可以做啊！例如整鞋。只要你入到嚟呢，隔離監獄呢一度，你全程係唔可以講嘢嘅。有嘢想發表嘅話，寫喺度。喺一個完全同外界斷絕接觸、冇任何社交嘅情況下，就連教堂啊，你見到每一個位之間都有擋板。咁當然冇位坐噶啦，全部人企喺度，冇得同隔離位傾偈嘅，淨係可以望住牧師嘅啫。可能你會心諗，唔抵可憐嘅佢哋，俾人山長水遠為從英國坐船嚟，我都要成5個月嘅，要咁勞師動眾流放嚟呢一個山卡拉地方，肯定係啲窮兇極惡嘅人，係咪？嗱，真係要讚一讚呢度嗰個展館個設計啊！佢俾你喺門口抽一張啤牌，入到去呢就可以揾翻張牌相對應嘅嗰一格櫃桶，咁一拉出嚟呢，就可以見到嗰個犯人嘅資料，需乜嘢同點樣判法。仲有點解俾人送到嚟亞瑟港呢一度？但例如呢一個17歲偷一條手巾仔同埋錢，判7年，因為坐船越獄俾人捉到，所以送到嚟亞瑟港呢一度。好啦，呢個15歲衰咩呢？拉佢嗰個都未知啊，係根本未有一個確切嘅罪名，就莫須有因為 unknown offence 咁就終身流放噶咯。再因為覺得佢係一個危險人物，所以就掟佢哋亞瑟港呢一度招呼佢。喂，咩料啊依家？又例如呢一個咁樣啦，39歲，因為偷匙羹、偷台布，俾人判咗流放7年。再因為想越獄，所以亞瑟港呢度嚟折磨佢。咁仲有呢一個本身係做外科醫生嘅，因為偷咗2張5蚊英鎊啫，就要流放7年啦。喂，做乜事啊？即係全部都係好雞毛蒜皮嘅事，睇落咁就流放7年都好恐怖啫，係嘛？嗱，其實喺200年前呢啲嘢冇你諗到咁一文不值。舉個例子啦，喺1840年代，一個熟手技工1星期大概可以賺到1英鎊。點啊？開始 get 到啦，係嘛？咁啊，再加上喺嗰時呢，就算係一條手巾仔、一塊台布，全部都係要用人手一針一線咁去縫出嚟嘅。而駝標好多時呢，甚至係有家傳之寶咁嘅地位添。一塊兔仔毛啊，都可以賣到相當唔錯嘅價錢。即係好多喺我哋今時今日睇落係好廉價嘅嘢，喺嗰時對於平民百姓嚟講，都係值得珍而重之，可以用好耐嘅嘢。的而且確，佢哋唔係一班罪大惡極嘅人，因為殺人放火叛國嗰啲呢，早就俾人直接處決咗噶啦。但絕大部分被生活所逼嘅人，都係犯一啲偷雞摸狗嘅小罪，即係未至於嚴重到要殺咗佢。但一坐完監放翻出嚟之後呢，個社會大環境根本冇好過啊！佢哋照樣揾唔到工，照樣生存唔到，咁所以唯有再偷，再俾人拉，不斷惡性循環。
直至一個地步係統治階層對於呢一班屢犯不改嘅人採取眼不見為淨嘅態度，將佢哋打包送去天腳底做咕喱。咁但足跡遍佈全世界嘅日不落帝國，點解會選擇 Tasmania 嚟流放犯人呢？與世隔絕只係佢一個附帶優勢。最核心嘅原因，不如我帶大家嚟到塔斯馬尼亞嘅西邊呢個叫 Strahan 嘅小鎮呢一度揾答案啦。嗱，呢個位從荷伯特揸車過嚟，起碼要成4-5個鐘嘅。如果你唔想自駕咁攰呢，咁跟團就會係一個最自由淡定嘅選擇啦。你一上車就可以瞓醒就嚟到一個新地方，幾正啊！嗱，呢個位置靠近 Tasmania 最地標級嘅景點搖籃山，同埋一個曾經好興旺嘅淘金小鎮啊 Queenstown。呢啲我哋陣間都會介紹嘅。貝爾加首先嚟 Strahan 體驗一個全程6個鐘嘅世界遺產河輪之旅，順手補充一下英國用犯人嚟開發嘅呢一段歷史細節。嗱，相比起人口同遊客都好集中嘅東南面 ，Tasmania 嘅西邊明顯個節奏係更加悠閒寫意一啲嘅。就例如 Strahan 咁樣啦，常住人口唔過1000人，但呢度係前往探索荒野，仲有世上罕有嘅溫帶雨林嘅一個必遊之地啊！嗱，依家就咁睇落，佢就係一個好歲月靜好嘅小鎮，好啱啲享受慢活嘅人喺度偷偷浮生半日閒咁款。但200年前開發呢度嗰時呢，唔係愛嚟度假嘅。嗱，嗰時雖然英國已經殖民咗喺 Tasmania 呢度噶啦，但喺帝國眼中呢一度冇人同佢做生意，初頭亦都見唔到啲咩好值錢嘅天然資源，就咁一個荒島咁樣，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唔知點算。直到有探險家喺度發現咗一種好特別嘅樹啊 Huon Pine。點解呢啲樹浸喺水裏面100幾廿年都可以完好無缺嘅？喂，細心啲研究下，發現原來呢一種樹呢係會自然分泌一啲油脂，既可以防蟲，亦都可以令自己幾乎唔受侵蝕，唔會腐壞。哇！佢哋走勻全世界，從未見過咁特別嘅木材，甚至佢哋係冇想象過，原來純天然冇加工過嘅木頭都可以唔腐爛嘅。你諗下，如果用呢啲木愛嚟整船、整軍艦，哇！我大英帝國嘅海軍仲無敵金鋪。嗱，於是呢一個原本激烈到不得了嘅荒島呢，就因為發現咗咁獨一無二嘅 Huon Pine，忽然間就有咗極高嘅價值。但呢度實在太山卡拉啦，正常人不論你俾幾多錢，佢都唔會嚟呢一個咁與世隔絕嘅地方做開荒牛。呢個時候有人靈機一動。喂，我將啲犯人流放嚟呢個位做咕喱，咁咪得咯？嗱，就係咁啦，有一班被命運選中嘅幸運兒，就坐船坐咗接近半年，先嚟到呢一個佢哋聽都冇聽過，亦都根本想象唔到自己原來身處喺地球嘅另一邊嘅一個咁樣嘅角落 Sarah Island。呢度一共有100幾人試過逃走，佢哋以為只要游過對面岸，再匿入深山呢，就可以揾機會偷走翻去城市嗰一度。但好快佢就發覺，原來呢一度呢係一個萬里之外嘅孤島嘅一條河上面嘅一個孤島，一個真正意義上令人絕望嘅地方啊！而呢一度呢就係亞瑟港嘅前傳啦。佢由1822年去到1833年之間運作，原本係諗住收集 Huon Pine，然後運去荷伯特嗰度整船嘅。後嚟發覺運輸太麻煩啦，所以直接喺呢個島上面整埋就算數啦。就喺嗰10幾年裏面啫，呢度總共整咗130幾艘船，竟然成為全澳洲最有效率嘅造船工廠添。嗱，個荒廢咗接近200年嘅監獄設施，早就已經係所剩無幾噶啦。所以論規模定係論完整程度呢，佢同亞瑟港係冇得比嘅。但呢度就係呢一個傳奇開埠史嘅起源。從1788年去到1868年呢80年裏面呢，總共有超過162000人被流放咗嚟澳洲呢一度。淨係亞瑟港呢一個設施已經招呼過12000幾個犯人。就算佢哋表現良好，捱完嗰幾年嘅刑期之後呢，你叫做恢復自由身噶咯，但你根本冇錢翻英國。
你諗下，一班被放逐咗嚟一個其實當年名副其實係一個世界盡頭地方嘅人，相當於係永遠冇得同英國嘅親朋好友相聚噶咯。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入鄉隨俗，成為第一代澳洲嘅白人。哇！我冇諗到參觀監獄遺跡可以聽到咁多曲折離奇嘅越獄故事啊！就例如呢一位仁兄，因為偷咗件衫而被判入獄14年，跟住俾佢喺勞改過程中呢，揾到機會打死隻袋鼠，剝佢皮之後再扮成袋鼠跳下跳下咁樣走佬，最後功敗垂成。但其實如果講到話最令我動容、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呢，其實係認識到呢一個近代史上最一言難盡嘅社會實驗，當時係點樣不斷從錯誤中學習，有數之不盡咁多絕處逢生嘅勵志故事，所以成個旅程係好百感交集嘅，三言兩語好難講得晒。你過嚟感受一次呢，再領略到嗰一段歷史嗰個後勁有幾凌厲啊！好啦，咁啲重口味嘅嘢我哋就睇到嚟呢一度，咁之後講嘅都有啲輕鬆愉快嘅遊山玩水行程啊。例如美麗華嘅呢一個全程6個鐘嘅遊船河呢，其實仲未講完嘅。咁前半節嘅重點就係登上 Sarah Island 啦，之後呢就會簡單食翻個 lunch， 一路沿住 Gordon River 慢慢咁遊下船河，欣賞下世上為數唔多保存得咁好嘅溫帶雨林。咁當然最正嘅係你可以踏足埋喺上面添。嗱，熱帶雨林係好悶熱、好潮濕噶嘛。溫帶雨林就唔同啦，尤其喺 Tasmania 嘅西部，因為佢咁獨特嘅地理位置同氣候呢，令呢個位長期潮濕得嚟又相當清涼嘅，所以漫步喺溫帶雨林之中呢，一啲都唔會覺得辛苦翳焗嘅。同埋我想講呢個世界遺產保育區真做得好好啊，佢能夠俾人可以放心無憂咁樣穿梭喺呢個3萬年嚟都冇俾人破壞過嘅森林裏面。同時你又唔需要擔心啲咩蛇蟲鼠蟻啊，擔心啲好凹凸不平、好崎嶇嘅路啊咁樣。就算你係撐拐杖、推輪椅，你都可以行得到全程啊！呢個設計呢，佢能夠令遊客唔會打擾到下面嘅植被啊、樹根啊等等，但你又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可以感受到同埋呼吸到呢一片得來不易嘅塵世味。咁遊船河嘅終點呢，就翻返去碼頭附近去參觀一間木材加工廠，店員會示範點樣用嗰個年代嘅機器嚟去處理 Huon Pine。其實佢係世界上最古老嘅樹種之一啊，壽命可以高達3000年，但因為曾經被過度砍伐，咁所以依家佢係一個受保護嘅品種。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都係善用翻回收翻嚟嗰啲古老嘅殘木嚟進行加工嘅啫，而小部分呢，就係攞晒 permit 入去保護區裏面執嗰啲自然冧咗斷咗嘅 Huon Pine 枝節翻嚟加工。呢間木材加工廠算係轉型得好成功噶啦，佢哋將呢一款堪稱係 Tasmania 開埠功臣嘅珍貴木材加工成各種各樣嘅生活用品，同埋啲好靚好別緻嘅裝飾品。喺度買嚿 Huon Pine 就好似買就一小節嘅 Tasmania 歷史咁樣。嗱，以前西部地區呢，主要都係以林木業同埋採礦業作為經濟支柱，但時至今日，早就已經變成係以旅遊業為主噶啦。咁嗰啲曾經用嚟運輸嘅鐵路呢，依家都變成觀光火車。喺距離 Strahan 大半個鐘車程嘅 Queenstown 呢，你可以體驗下復古蒸汽火車，帶你行一轉呢一條成個世紀前嘅經濟大動脈。Queenstown 可以算係 Tasmania 西部嗰一種荒涼感嘅代表小鎮啊，光禿禿嘅山頭啊，裸露嘅岩石啊，呢啲其實全部都係當年採礦業留低嘅痕跡。而當你順住呢條鐵路穿梭喺深山密林之中呢，你都仲依稀可以感受到嗰一種拓荒嘅冒險感覺。話說其實今次係我人生第一次坐蒸汽火車。哇！嗰種時空錯亂感覺又真係幾正嘅。呢一個全程來回3個鐘嘅體驗呢，中間有一站俾大家可以落車舒展筋骨。
嗱，呢度以前係一個荒廢咗嘅礦洞遺址嚟嘅，依家就活化成可以俾大家點到即止咁去窺探一下以前礦工嘅一啲生活點滴。咁我知大家就咁睇下唔會夠喉嘅，所以佢哋仲好有心思咁，能夠俾所有人落手落腳去淘一次金。呢啲石仔、呢啲泥水呢，真係就近就喺當年吸引咗無數人過嚟碰下運氣嘅嗰一條河嗰度鏟上嚟嘅。而最不可思議嘅呢，就係竟然真係仲有金粒喺裡面。職員隨身帶住呢一個樽仔呢，就係將曾經淘到嘅呢一細粒金，好珍而重之咁保留翻落嚟。其實包括我哋嗰一程啊，都有乘客成功淘到一粒仲細佢好多嘅一嚿金。其實貼切啲稱之為金沙都冇問題，但你唔好理，咁都俾佢揾到，絕對係一個千載難逢嘅運氣啊！咁去到終點站呢，會有更加長嘅休息時間，因為架火車要喺度補水同埋掉頭。啱過一段上山嘅斜路呢，足足消耗咗佢3000升嘅水。但更加冇諗到嘅呢，係竟然可以見識到火車掉頭嘅成套流程。個邏輯好簡單，但現場睇嗰個感覺零舍唔同。嗱，我哋原本係坐車尾噶嘛，佢咁樣調轉火車頭之後呢，大家位置冇變到嘅，但係我嗰個位個視野呢，就變成係全程望住個火車頭。嗱，我 OK 嘅，其實咁樣仲好啊，因為沿路折返呢，個景冇咁悶啊嘛。而且咁樣呢，可以更加近距離、更加直觀地感受下呢一個工業革命最代表性產物嘅澎湃力量。去程上山係睇風景啦，回程落山呢就係見證歷史啦。哇！真係冇估到，第一次坐蒸汽火車就有咁奇妙嘅體驗啊！睇到佢可以點樣掉頭啦，又睇到佢啲水好滿煲滾咗之後呢，嗰個局部地區性驟雨嗰個樣。就算我唔係一個對鐵路特別着迷嘅人，但今次呢一趟火車之旅，我都係超乎預期咁盡興啊！好啦，離開 Queenstown， 美麗華再帶我哋去下一站目的地，咁就係 Tasmania 西部荒野裏面最標誌性嘅景點啊，搖籃山。佢海拔1545米，所以佢賣點唔係高啊，而係呢個極具辨識度嘅特徵，就係佢呢一個望落成個搖籃咁款嘅輪廓。係嘅，的確需要結合少少嘅想像力同埋詩意去睇佢先得。但你又唔好話喎，喺正個前方嘅呢一個湖呢，又真係平靜到好似一個熟睡嘅嬰兒咁安穩、咁寧靜。嗱，如果你體力唔錯，而撞啱嚟嗰日個天氣都係咁風和日麗嘅話呢，時間充裕嘅時候，你可以試下環繞呢個湖行一圈，全長大約6公里左右。嗱，講下呢個國家公園嘅面積都幾大嘅，有成1600平方公里，即係仲大過成個香港。有唔少追求深度遊嘅旅客呢，係會選擇喺度過埋夜嘅，盡量體驗多啲佢唔同風景特色嘅健行路線，多角度領略一下呢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之作。嗱，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嘅呢，就係呢度嘅天氣出晒名嘅變幻莫測，係可以喺1日之內經歷春夏秋冬，唔係形容詞嚟嘅。呢度真係可以從陽光燦爛，短短1日半日之後呢，係可以急轉直下到去落冰雹、落埋雪都仲得。嗱，例如我去嗰時呢，2月份啊嘛，係南半球嘅夏天嚟嘅，但導遊話早幾日呢一度先啱啱落完雪啫，真係好難想象一個海拔得個1000零米嘅地方喺夏天可以忽然間話落雪就落雪。咁所以呢一度嘅遊客中心呢，係落足功夫提醒大家，不論你選擇邊條路線都好，係記得要準備好保暖衣物同埋乾糧食水，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嗱，喺度健行，除咗可以欣賞到唔同嘅靚景之外呢，仲會有緣分撞到唔少野生動物，例如常見啲嘅可能會見到袋熊，即係 wombat， 或者少見啲嘅呢，仲有被稱為 Tasmanian Devil 嘅瀕危物種袋鸛。不過我喺搖籃山就冇緣分啦，見佢唔到。但都可以借助我喺另一個動物保護區嗰度拍低嘅一啲片，俾你睇下呢一個有住好兇猛外號嘅惡魔，佢嘅廬山真面目其實就係咁樣嘅啫。因為袋鸛係夜行動物嚟嘅，佢天黑先至活躍，日間多數咧就匿埋一邊瞓覺。咁所以嗰日能夠見到佢出嚟散步已經算係幾好彩噶啦。
其實佢嘅性格係好與世無爭嘅，即係雖然佢係一個肉食動物，但佢係食腐肉而唔係靠自己去捕獵。佢係專門等到夜晚咧先出門口去執人哋食剩嗰啲口水尾，係叫聲聽落比較淒厲少少啫，所以有咗一個咁名不符實嘅稱號俾佢。嗱，講開夜間睇動物，其實喺 Tasmania 呢一度咧都有機會可以見到企鵝仔嘅，但你唔好淨係夜晚先嚟呢個位，因為咁樣你會錯過咗佢日頭真係靚到揼一聲咁迷人嘅風景啊！我哋依家所在嘅位置係 Tasmania 西北邊嘅 Stanley， 呢度有一個相當搶眼嘅地標，呢一個火山岩巨石 The Nut。呢一嚿形狀咁特別嘅巨岩呢，其實係火山爆發嘅產物嚟嘅，熔岩一路噴一路冷卻，最後就形成咗一個好似走塞咁樣嘅火山岩，可以塞翻住個火山口，所以就形成咗一個咁奇特嘅地貌啊！難得嗰日天氣真係靚到可遇不可求，更加唔可以錯過上去睇下風景先得。登高望遠，成個鎮一覽無遺。其實都唔知話當年第一批決定喺度定居嘅人係咪都咁啱遇上咁靚嘅天氣呢？我唔知實際上住落係點樣啦，但起碼喺嗰日真係爽到難以形容咁正啊！企鵝仔通常係日落之後個天黑晒啦，先至肯上岸嘅。夏天起碼8點半先日落，9點仲未天黑，所以你大可以自由淡定咁喺呢一度最享負盛名嘅龍蝦餐廳食翻輪海鮮大餐，先出發都仲未遲啊！喺度食飯你要小心啲，好容易就會眼闊肚窄噶啦。其實都唔使講啲乜啊，淨係睇下隻龍蝦。平時喺香港食3、4隻都唔夠呢度一隻咁大件咁啖啖肉。都係嗰句，料靚唔使搞咁多嘢，只要火候唔出事，一定食到舐舐嚟。咁食飽之後上返旅遊巴，只係坐2分鐘車就嚟到企鵝登陸嘅海灘，好近嘅啫。喺每年嘅8月至3月就係佢哋孵蛋、繁衍下一代同埋換毛嘅季節啊。咁算呢一段時間咧，會比較容易啲見到佢哋。你唔好睇佢鵝仔細細啊，佢得個1 kilo 重量嘅啫，但佢一年要食90 kilo 嘅魚仔先得，每年都可以食極唔肥，哇！真係羨慕死人。不過呢啲企鵝仔咧係比較對環境比較敏感啲嘅，佢哋每次登陸前咧都會派出先頭部隊嚟探一探路，仔細觀察一段時間，一有咩風吹草動咧，例如話有人大聲講嘢啊，或者有人開閃光燈影相啊，佢就會即刻匿埋。咁所以最後能夠睇到幾多企鵝仔呢？除咗視乎季節、視乎當日天氣之外呢，都要視乎大家係咪一個文明嘅觀眾。不過就算嗰日啲企鵝仔比較怕醜都好啦，但只要個天冇乜雲呢，你就咁抬頭都可以收穫到滿天繁星。係啊，就咁用電話冇腳架手持曝光10秒都可以影到咁嘅樣。而實際上肉眼可見嘅滿天星河呢，哇，真係澎湃到你要親眼嚟睇一次先明白有幾誇張。好啦，咁最後尾你話帶咗我哋嚟到 Tasmania 嘅北面呢個島嘅第2大城市啊 Launceston， 佢係全澳洲第3古老嘅城市，僅次於悉尼同荷伯特嘅啫。今次呢，我參觀咗呢一度最唔能夠錯過嘅景點 Cataract Gorge Reserve。咁喺正市區嘅核心地段隔離，只係一步之遙咁近嘅地方啊，就已經有咁壯麗嘅地質奇觀，真係上天賜俾呢一度嘅禮物。It's been so long, I know, but I'm finally coming home. Till then I'm dreaming of your heart, your eyes are
好啦，咁講到嚟呢一度，金堂塔斯馬尼亞之旅都嚟到尾聲噶啦。我第一次認識呢個地方呢，就係因為中學嗰時睇咗現代陳世美，咁啊從此 Tasmania 喺我眼中呢，就係一個人間天堂咁樣嘅地位。今次喺度玩咗個零星期，我覺得自己個視網膜好似被 Tasmania 升級咗咁款啊！稜角分明嘅山，靚到令人詞窮嘅漸層藍色海水，仲有嗰種雲嘅立體感。我覺得每一格風景都可以愛嚟做電腦桌面背景嘅嗰個 level， 而每一次眨眼呢，都好似喺度確認緊呢度係真係咁靚，唔係發緊夢。嗱，我諗我唔使多講，可能你已經喺度 plan 緊幾時過嚟親身體驗下嗰一份最純粹嘅靚。我唯一可以俾到嘅建議就係，如果你想玩得盡興、飲得高興、有啖好食嘅話呢，跟團將會係你最無憂無慮嘅選擇嘅。最後再次感謝 Tasmania 旅遊局嘅邀請，同埋美麗華旅遊嘅精心安排。佢哋有唔同路線、唔同賣點嘅團，總有一款啱你心水嘅。好感恩有大家陪我遊咗一圈呢個陳世美，希望你哋中意呢兩集嘅內容。我哋下條片再見。